哇塞，講你都唔信啊！我身後嘅位置就係拱北口岸，喺距離拱北口岸15分鐘車程嘅位置，總價100萬就可以拎包入住一套正裝修嘅3房啦。嚟到我哋世紀城首付10萬連兩地牌示範單位呢度啦，視頻所展示嘅係90平方嘅正裝修3房，總價110萬咋哈。好，入門口呢個位置入嚟呢，首先嚟到嘅就係我哋嘅書房，呢個書房係不計入房產證嘅面積嚟嘅。客廳開間就4米6，南北通透嘅餐客廳成為一體。6人嘅餐位旁邊呢，就係半開放式嘅廚房啦，大推拉門嘅。廚房裏邊嘅4電套電器贈送俾業主噶。香港澳門嘅街坊注意啦，小區有直達返香港與澳門嘅業主流巴，每日多班次往返，所以你哋自己唔使揸車都冇問題嘅哈，直達到家門口噶啦。主人房大嘅套間，帶有衣帽間、衣櫃，仲有單獨嘅洗手間位置。